老师。哦，钟老师啊，早早早。请问你今天紧张吗？你要听实话吗？完全不紧张。哦，我代表学校感谢你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教育事业添柴加火。谢谢谢谢。为什么我会这么紧张呢？不就是给一帮小屁孩上课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紧张，不能紧张。怎么这堂不是语文课吗？这里是3班，2班在隔壁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昨天我们大家都已经见过面了，不过出点小意外。从今天开始，由我来给大家上课。为了增进我们师生之间的了解，我决定从现在开始点名，点到的同学请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。周安。好，请坐。贝小丹。我叫贝小丹，我最爱莎士比亚，爱海明威，爱杰克伦敦，爱……好，可以。我们不是考前测验，不用讲这么多，请坐。胡策。我叫胡策，平时喜欢研究计算机。如果老师的电脑或者手机上有什么私人照片丢失了，我可以帮你免费恢复。谢谢啊，可是老师平时不爱照相。慕容兰洛。我叫慕容兰洛，我的名字很古典，但其实我一点都不古典，我很开放，很 open 的。啊，好，请坐。安纯纯。我叫安纯纯，刚才慕容兰洛都是骗你的，跟我比起来，他一点也不开放，不 open。同学啊，那个讲话前咱们先把扣子扣上啊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热。好，